啊，你这打干嘛？你要你不要拿，你不要拿那个下来。这点手指玩着按键。你不要把那个拿下来，你看不见了。打不中你了。你拿那个下来，你就看不见了。打游戏，玩那个手机一样的。你不要把那个拿下来，你看不见它了啊。听听这个。对，恐龙来了。怎么还是开人？但是不过旁边有人吗？你喜欢恐龙，至少恐龙也来打你了。恐龙，哇，它会把我给咬了。看，来哦，来哦。我会得狂犬病的翼龙。看见没有？我怎么在天上飘啊？哇，万龙，有个斜坡，你确定你敢开？啊！不是这样开呀，恐龙都会把我穿了。你看这个太大了。不大吧？看。四个龙，不是头关龙。你看，爆头。好大还有，哇，牛肉，爆头。牛肉，食肉牛肉。看。我好像听到好像有人追我，哎，追我。这就丢蛋去。哇，甲龙，哇，像个甲龙，怪龙，怎么还没有阿玛雕？完了，我害怕。咋办？哎呀，我就害怕它坠落一瞬间。怎么那么多？哇，大王龙！你看，爆头了。它在吃三角了。感觉我说在吃恐龙，它在吃小的恐龙。看见我吗？快跑！它是瞎了吗？怎么看不见？它来了，它来了，它来了，它要咬你了。它个瞎呀！哦，你们用那个控制它。抬头。抬头看它。抬头。谁给你掰了？你看他没有掰了，恐龙在哪里掰了？它来追我们了！好不好？你们给看见？好嘛！看见没有？它也来。人家都来追你们啊！啊，那个嘴呀，抓了多大呢？我追不上。完大了。我进去隧道里了，你看，大王龙呢？去隧道里了。三角龙的头骨。哎，这什么？这是恐龙化石，这里有恐龙化石。李启炫，你喜欢的恐龙化石？太长了。我喜欢有霸王龙追着跑，霸王龙可惜不在了，它跑得不快。这还有谁呢？哎呀，没了。没了。这有点是我来的，完蛋了！